I'm from Urumqi. I'm a Uyghur. I'm really happy to you guys be here tonight, and we have a really beautiful night and a really peaceful night. Actually, I want to start my speech in English, but I want to spread war in China. I want more Chinese people to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 their country. So I want to start my speech in Chinese. Thank you. 首先，我先谢谢大家为乌鲁木齐这些遇难者举办这次活动。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确实怎么说呢，是喜忧参半吧。喜的是什么呢？喜的是这么多人加入我们。我参加过很多这种抗议活动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站到过我们这边，特别是学生，而且这些学生大部分我看都是汉族同胞、汉族同学。记住，中国有14亿汉族同学，如果你们站起来了，共产党的灰飞烟灭只是弹指间的事情。忧的是什么呢？忧的是李文亮医生贵州的27人的大巴，及300万维吾尔族在concentration camp 在集中营，以及这次被大火烧死的44人。官方说的只有10个人，其实是44，大家都知道是44个人。他们活时候，国家共产党当局者没有把他们当人看，把他们锁在楼洞里。死了以后，他们连数字都不算，都没能纳入共产党他们那个本子里，都没纳入他们的人口死亡记录里。这么多血案，这么多案件发生，才引起今天我们站到这儿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怎么能睡得这么死呀？我们睡得有点太沉了，是不是？好在我们今天我们都已经站起来了，当然站起来比跪着要舒服多了，这都是我们已经意识到的事情。我是从刚才我看到有乌鲁木齐的牌子是吧？我刚刚看到有个人把乌鲁木齐牌子举起来了。我能拿这个牌子吗 ？Thank you。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我出生在这里，我生长在这里，我完成第一次大学学业也是在这里。44个人着火的那个地方，就离我们家几站路。那场大火烧死的是我的孩子，是我的父母，是我的朋友，是我像你们这样的同胞。我依然记得那个3岁还是4岁的孩子在喊妈妈，太黑了，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我不能呼吸的时候，你们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？心颤的感觉，我第一次感觉到心颤的感觉。当局者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居民缺少自救意识，自救能力弱。我就想说，自救那是一种能力，没有强弱之分。你混蛋，你共产党，你这么评价死去的人。44个人被封了4个月，那些孩子在临死之前1个月，只是吃萝卜，没饭吃，吃萝卜。朋友们，拿白菜充饥，吃的是萝卜。那些孩子死之前都没吃过一顿饱饭，没有吃过一顿好饭。古代封建王朝都有一个规矩，给即将执行死刑的人有个断头饭，他们都有权利吃好的。但我们维吾尔族小孩、汉族人、各个民族都没有这个权利，这不就是一个当局者的错误吗？怎么说呢？其实我准备了很多话，今天是反抗政权革命是要流血，但不是3岁小孩流的血。3岁小孩冲在了我们的前面，我可以这么说。我们和也以对，在未来，在别的世界相见时，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？所有历史上的 free 都不是 freedom is not free， 都需要人民去流血，都需要人民去反抗。从我们看东欧的天安门革命、柏林墙的倒塌，
到苏共的倒台，到台湾民主化的进程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人民团结起来，站起来反抗当局者，反抗 dictatorship。我们站起来，哎，同胞们，你们想想，大部分人称之为新疆，我们维吾尔族人称之为 East Turkestan。我们2000万维吾尔人都能搅得中共当局茶不思饭不想，夜不能寐，每天去想办法去怎么让我们闭上我们的嘴，怎么让我们停止对人权的要求。想想你们我们汉族14亿人，我们每个人跺一跺脚，我相信都能把中南海那一帮领导层从床上给他们震下来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，朋友们？是。我们一定要团结。刚才，谢谢大家。刚才我在后面，我听到2个同学在聊天，他们说我们今天过来为了悼念，为了发泄情绪。其实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意义。我说有意义啊，我当时没说，我现在说有意义，确实有意义。你想有一天当中国共产党倒台的时候，